有胡椒軍曹啦，等入邊有怡勁力啦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川河盈區起眼光嗰啲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天灑落就中檔透出咗噶啦。咁啊見到追佢嘅馬有火神神落啊，外邊啊標誌多多啦，後多層啊嘛。川河盈區外邊亦都上咗少少，入邊位置咧仲有隻怡勁力，出邊咧仲有隻宜昌奇兵啊，大外檔大利好運啊。最後百零米火神神落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啊嘛，外邊宜昌奇兵上咗嚟啊。第3呢，咁啊川河盈區白衫響中間，第4名啊嘛，埋邊天天灑落，出邊追上嚟，仲有隻大利好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火神神落都終於打開勝利之門啊！第2名啊嘛呢，宜昌奇兵喎，第3中間有川河盈區，咁啊第4名埋邊天天灑落，出邊追上嚟係大利好運。好啦，今日嘅第一場泥地賽事嘅結果就有放有追啊！擺前邊嘅火神神落贏馬，第2啊後追喎，宜昌奇兵第3名啊川河盈區啊應該高盤過入邊嘅天天灑落㗎。眼望就係啦，不過都贏得好清脆啊！火神神落。佢咬